時間就1分1秒咁過去啦。佢唔認自己恐怖分子，亦都唔講出炸彈放咗邊度。而家想問大家會唔會用酷刑嚟對付佢，直接講出為止？而咁樣做，你哋認為係啱，抑或係唔啱嘅啦？當然啱啦，點都係救人要緊。有邊位贊成佢嘅講法嘅請舉手。OK， 唔該晒。站喺公理主義立場，一個罪犯嘅痛苦能夠換翻幾百名市民嘅生命，咁嘅主張係冇錯嘅。其實今日我唔係要同大家講咩嘅大道理，我只不過係想提出幾個個案嚟幫助大家思考一下乜嘢係啱，乜嘢係錯嘅啦。因為在座每一位都有機會做到去處長、高級警司、高級嘅執法人員，所以啱同錯喺你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。不如就等個天嚟決定，公理就冇事，治理就會死。